最近有人問我2月17號嘅雙魚座日食同3月3號嘅處女座月食會唔會帶嚟啲咩影響？先講2月17號嘅雙魚座日食，亞洲地區係完全睇唔到嘅，所以呢個日食係唔會對亞洲有咩明顯嘅影響力。但係咧，3月3號嘅處女座月食就唔同啦，中港台三地都會睇到，而且係傍晚時間發生，歷時大約59分鐘。未來2個月，不論個人層面定係社會發展，都傾向理想主義，追求大方向。講得好聽係宏觀藍圖，講得白啲未必符合現實，忽略細節，影響民生。社會亦會多咗注意成癮問題，例如治療煙癮、戒賭、煲劇癮、短片成癮呢類所有嘅癮頭問題咧，都會被關注。所以占星溫馨嘅提示係可以有理想，但一定要有執行力。記得保持高自律性，做事適可而止，記住初衷，唔好去得太盡啦。